好，我们现在就请老师呢来分享这道最受欢迎的月亮虾饼。好，老师，我看到有猪肥油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有虾子，然后这个是花枝。对，花枝。哎，像我们一般有什么花枝啦、套 Q 啦，还有那个那个算墨鱼嘛？墨鱼，对。对，那都可以用吗？都可以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可能在国外的观众朋友不见得可以买到，都要自己做，对不对？希望老师呢分享一下，就是说我什么机器都没有，那我要怎么样用手，然后把它呢做成呢今天我们的这个月亮虾饼的这个整个的馅。好，我们可以用袋子，把要的食材倒进去里面。啊，我还以为要剁嘞。我们先用拍的。是。因为你要是没用袋子拍，没用袋子装的话，这样子拍可能喷到，对，四处都是。对。这样就，这个方法真好，就不会家里弄得脏兮兮了。对。拍平以后，我们倒出来再来剁一剁，然后再过来就换猪板油。啊，猪板油也可以这样子拍哦。可以，你都全部拍一拍，融合在一起以后，剁就不会分离。因为虾泥啊会去跟猪板油混在一起，等下你来切的时候就比较好切。再换花枝。连花枝也可以哦，花枝不是比较感觉比较硬一点嘛，也行。就是因为想用虾仁去盖过它，对，待会等下你切的时候就不会花枝归花枝，虾仁归虾仁。没错。然后好的话，我们就把它倒出来。就慢慢把它切给它碎就可以了。就是要切得很碎，对不对？要变成像泥这样子嘛。对。好，就是在家你如果没有机器的话，也要剁得像老师现在这样子，就是整个是一个泥蓉状的，对。好。然后好的话，我们就要摔着。对，我们就装完，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太白粉。拍打虾泥的时候啊，粘着性会比较高一点，一样跟揉面团一样，先把粉吃进去以后，我们再来摔。老师一定要放在塑胶袋摔吗？还是像我们平常这样像甩面团一样？甩，用锅子，就直接甩在碗里面。对，甩在碗里面就好了。这样子摔打。摔打用意是粘着性高一点，在煎的时候，它会蓬的比较漂亮一点，才不会说皮肉分开，而且也不会说像有一些虾饼看起来好像扁扁的、干干的它还是需要呢，好像很 juicy 的样子，这样碰回啊。当摔成这样子已经融成在一起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来拍虾泥了。这是我们准备的春卷皮，它有2面，一面比较光滑，一面比较粗糙。光滑的在外面，粗糙在里面。所以现在是哪边是光滑的？这边，这个是光滑的，对，所以光滑要在底下。对。OK。虾，因为它要，所以等一下那一个要相反，对不对？对。上面那一片 OK。然后就一球这样子。嘿。哇，量很大所以老师今天可以做2片是吧？可以，今天准备2片的量。OK。一样，光滑的压上面。就是一上一下就对了。对。不过春卷皮买回来，如果你没有马上使用的话，一定要把它包好，不然它很容易干，干的话就很容易裂了。老师，如果真的裂掉，有没有办法补救？裂掉。喷水没有用，其实没有用。最好是装袋子的时候可以再加点
擦手指。擦手指的用意是，它脚太湿的话，擦手指会把它多余的水分吸掉。这个我们要怎么拍？你现在拍打虾泥的时候，是稍微给它压一下，平均一点，是，才不会说打左边、右边高低不平。拍的时候从中间开始慢慢拍，力道不要太大，慢慢转，翻面。打到全部周围都吃到虾泥，这样就平了。我们看看，哎，真的好平呢。然后我们要记得，要戳洞，对不对？对。戳洞的用意呢？不让它膨胀。不然的话，它很容易这样子哈。对啊。OK， 好，请老师跟观众朋友分享哦。当我做了10片，那我要怎么样保存？我下次马上就可以来煎。那请问要怎么保存？我有个建议啦，就是一样都拍好以后，铺上擦手纸，铺上擦手纸，然后另外一片又叠上去，一直这样重复的动作。全部都是擦手纸，一直。对。对，然后你就袋子装着，直接进冷冻。下次要吃就跟葱油饼一样，拿一片出来煎就好了。哦，这个方法很好，原来可以这么简单啦。好，我们赶快来煎我们的月亮虾饼。老师，我们这个煎虾饼哈，那个温度上面是要用小火，用大火要用大火，用大火唔加超微大吗？因为你刚开始用小火的话，油温太低了，会干油。会干油哦。当然了，刚开始是我是说，是不是要慢慢煎呐？不需要，不需要哦，不需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下油，我们用煎的就好了，因为家里可能不方便用炸的。外面是用炸的吗？外面是用炸的，真的？可是炸的怎么还可以那么平啊？因为我们是用网子下去压，所以这个虾饼永远在下面，所以炸起来一定平平的，它不会。是哦，北挑起来，然后我们火就调到适中就可以了。是，我们用煎的就好了。家庭式的话，用煎的是比较方便。不过现在很方便啊，因为不粘锅的使用率嘛，也是就是很普遍啦。所以呢，我们比较不用怕说会粘锅，会加掉电哦。3不5时的翻动它，这样子受热会比较平均一点。不过海鲜类啊，尤其像这种虾子啦、花枝，都很容易熟成啦。那所以里面又有一些那个生油嘛，就是肥油。对，很容易熟哦。这种煎法有点，等下呈现的跟外面不太一样，有点像葱油饼。没关系，我也很爱吃葱油饼，有虾子的葱油饼，等级越来越高了。那还要不要再翻一面做逼油啊？这些也要有逼油的动作。总共我会翻2次，那分就是4次，一面2次。真的，老师你做的虾饼真的是很厚高高的，那就表示呢吃起来会短一短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有摔过的关系。我做的虾饼太扁了，太扎实了。伤扁啊。我一直很伤硬。对，所以是我的虾肉就是里面的内馅放太少嘛。老师，像你这样一个普通的这种春卷皮你通常会用多少分量？大约就是说让它的虾泥的重量，我大概就抓到180公克。那很大一坨了，难怪会这么蓬，这样子才好吃吼。对啊。假如说想确定它有没有熟啊，我们可以拿筷子，吃看看，压着下去，不沾筷子就快熟了。OK。哇，真的耶，老师，你的那个虾饼真的好可爱哦。这样好了，它蓬起来了，是，那就可以了。我们会准备擦手指，等一下准备让它吸油。我们在切的东西的时候，量好距离，一刀下去。
这就跟刚刚切皮蛋完全是2种不一样的那个用力度哦。对啊。皮蛋的话是要很慢慢的切下去，这个是要非常果断的哦，把它切下去。对，量好距离就直接下刀。对，就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切2刀的意思了哈。老师，我这个好像可以翻呢。对，应该可以翻了吧？可以了。其实月亮虾饼好吃哦，还在于哦它的这个淋酱，超级有个好吃的。那我们现在要煮梅子酱，梅子酱的东西就是3种：白醋、紫苏梅，还有糖。糖，就这3样东西就好了吗？还有一个盐巴。紫苏梅不是很咸的吗？因为泰国人吃这甜点都喜欢加一点盐巴，少许而已。一点点哈。然后呢，紫苏梅在煮的时候啊，可以拿着筷子把它搓一搓，这样味道比较浓郁。或者是说我们要煮之前先把紫苏梅剁碎来煮，可以吗？其实我这边是有煮好的，你看一下，我们喜欢这样整颗的。哦，是哦，要是我一定把它剁碎了耶。哦，是整颗的，然后把那个中间的核去掉，对不对？对。壳其实很有味道，像我们壳都会再煮一次，然后再拿壳另外煮，然后把壳滤掉，要它的水而已。老师要煮到什么程度啊？像这个大概我都要煮个20分钟左右，让它变稠状。对啊，要这样子哈，就是有一点这样黏黏的，哦，不能这样水水的，别让水。哦，别再水，所以要很有耐心，然后要用小火慢慢去熬它就对了。对 ，OK， 好。保存的方法是放室温啊，放室温？放室温。为什么可以放室温啊？因为它里面的内容物只有紫苏梅、盐、糖、白醋。哦，都没有生水。没有生水那些东西，所以不会有腐败。这个是今天的月亮的蘸酱。老师今天带来这个月亮虾饼哦，居然是这么简单，一定不会失败。不会。要用拍的，不要像厨娘一样用压的，好，然后要有耐心的，然后上下各2次。